我唔知啦，啊对伊唔调我无问。然后伊就讲，啊几啊间就拢唔调，要安怎人问？啊伊唔调，我就甲迄人去，伊就唔调。即个一起到做吼，大家丰收啦吼，所以吼，咱介绍吼，这真歹，佫无人要收吼，所以吼，大家看会到，咱大家伫遮咧拍摄啦吼，咱农民农友吼非常辛苦，损失非常大，大家吼爱欢迎讲，咱农委会吼爱积极啦吼，除了平常时的这个产销吼，爱有一个平衡的机制吼，来管控吼，还有农友了解，即马马上爱来解决的吼，就是跩公民吼要来收购的问题吼，我嘛甲咱的署长吼，马上吼来沟通，署长嘛答应吼，这马上是100%拢会当来做一个公粮的收购，但是有一寡还未纳入来这个对象吼。除了了解原因吼，爱互咱的农委会知影吼，会当有一个新的机制，马上拉进来，马上来协助啦吼。拄啊咱的副署长嘛讲吼，咱牛场的问题吼，咱航搭的问题，马上来协调吼。另外就是上主要的吼，介绍的问题吼，一定爱保证吼，因为咱昨有拜托讲，咱农委会包括就做牛商吼，爱了解这原因就是有风声讲。介绍伤歹拢无爱收，是毋是有联合垄断的情形哦？这一定爱马上来了解来查明吼。但是爱互跩牛商可能有一寡压力啦吼，因为介绍袂使查伤济吼，所以咱不茫讲今仔日吼也是明仔吼，跩牛商礼拜会当吼这介绍至少保证吼800以上的这个保证收购吼，莫甲市面上的市场吼差伤济安尼。到吼，因为丰收了吼，那抢收以后公粮吼。没有收购，而且民间也这个收购哈价格太低哈，也有传出说就不收购哈，所以就紧急哈今天早上特别请农粮署哈下来，那也跟县政府、跟县长还有地方哈所有农会也好哈，地方的农民一起来反映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发生哈，那。农民非常辛苦哈，那这个血汗钱哈，让他损失很大哈。那尤其很多农民说，几十年来没有看到这样的状况哈。那最主要的哈，要马上来处理解决。那除了长期的一个辅导产销的机制以外哈，那紧急的处理哈，包括因为最近气候或是台风哈的这样的一个天象哈，会在影响哈，所以。让农委会哈我们直接哈跟署长沟通以后，署长有答应哈绝对会100%哈，只要品质没有问题哈，会在公粮上会来收购哈。但是重点是哈有一些原来没有排入的哈，参加公粮收购的这个部分有请农粮署来研议哈，要把这个对象来扩大。那农粮署也积极在了解原因哈，要扩大这样的一个公粮收购。另外在粮仓或是晒谷的这个烘干的部分哈，它也会来协调哈，各农会之间哈，还有各地方之间空间不足的马上来协调因应。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要请农粮署积极的哈，那这几天都有跟这些民间的粮商哈来了解是不是有联合垄断影响公平交易的情况。那这些粮商哈，因为马上有答应哈，今天最晚明天都会来收购。但是重点是我们希望农粮署积极的协调，让这个保证收购价至少在800以上了哈。那不要跟一般市价市场行情差太多哈。那也减少农民的损失哈。所以今天早上特别农粮署代表来副署长来跟民众解释说明哈。那也请他们积极的来协助农民哈。那在这一波的这个收购的部分可以来怎么样协助让农民减少损失这样子。像米价农会金吨米有呀，像诶。